啊，年兄，今日是你武德大人，请人小弟一拜。我也有一拜。王年兄，文的颜色才高一光，有半老颜色抬出手脸一副，你看遵命。啊，儿郎，李年伯要你写一副手脸，你可为写？弟弟，如果师兄在，儿怎敢放肆啊？也要王师兄不必客套，快快请吧。此次小侄献丑了，闭幕伺候。是。园中桃李开芳叶，家事蓬莱有寿仙。春秋不老10月上，福德无穷儿生也。妙我看他落笔好字，龙溪水很深，不算是才貌上天世界上，我将秀英配婚姻。啊，王年兄，颜色今年几岁了？小儿今年18岁。哦，不知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。啊，小弟年已半百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欲与佩玉琳琅为妻，不知年兄。哎呀，贞观高攀，贞观高攀。是故家女识家婿，琳琅品质兼有，年兄不必推敲。那这聘礼，哦，就以此手链为聘，可要买真？你我一言为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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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言为定啊！是小弟高攀了啊！儿郎，还不快来见过有无他人？是拜见有无大人。延续。此次要称亲家公、亲家母嘞。亲家，二位亲家，请到内堂配宴。请延续来。
不去呀，夫人要挂彩于我。小姐，他想了他。小姐，老夫人怕你在花园受凉，小姐，你快把衣服穿上吧。水玉儿啦，水玉儿啦，哎，儿啦，想你身体单薄，外面风大，要是冻坏了身体，岂必事大了？快穿上。儿啦，我这里有水莲一封，快拿去看一看。所得无咎，儿孙意。儿啦，这副水莲写的是何啊？写得好，只写得好啊！这就是王月玲所写。王月玲，儿啦，你的喜日来了。王月玲，哎一个忙一个，平月起发一条，平月西在一枝。未来早花开并蒂儿一场。恭喜小姐，恭喜小姐！儿啦，娘，姑妈，这儿何事啊？姑妈，王月玲乃是桓灵之子，表妹乃是天官之女，门不当户不得，怎么可以？三儿，这婚事是你姑爹当面允婚的，姑妈我心里也喜欢。姑妈，三儿，你要吩咐到说，你的事姑妈将来会替你做主的。哎呀，姑妈，李夫人，李夫人哎呀，李夫人，恭喜夫人，恭喜小姐。沈妹夫，你怎么也知道了？哎呀，这桩喜事嘛，我来了手上也听到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个生意。沈妹夫，我女儿平时的次序所长都是你教的。要是到了那天大喜之日嘛，你就更加要来帮忙的。这是当我少不了我的啦。哎呀，小姐啊，等侬出国的那一天啊，我把侬打扮得更加的漂亮。你儿啦，快回房去吧。沈妹夫，你一定要来的啊！我会来的。最好，哎呀，最好。沈妹夫，顾公子啊，哎呀，侬的面色那个介难看的啦。沈妹夫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哎，帮啥个忙？我定要把表妹带回来。顾公子啊，这桩事体侬可要三思而行的啦。沈妹夫，只要你想一个办法，插在他们夫妻，我送你把您50两。顾公子啊，这丧尽天良的事体，更还是做不得的啦。只要此事成功，日后必有重赏。还有重赏？重赏。好。顾公子，扶儿上来。哦，
生梦，遇到一人功名聚。我是龙冠亚美情水东什么？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友表兄请插。想那顾文友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有罪！文友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女儿，有意中出一笔，曾经场外心团。这盼月老青梅恩爱空家8岁，那了是非人员命令配乱人，我在家大王门去看得罪王局。有做一次聊表性女儿都是连情难争，咱们从未之间没有为门举罪，李子虽连胜8败，连胜8败。好气，好气也！他是兵听有节名门才知道他是上宫大众下天贼。李长苏啊，李长苏！王门长苏上下轿，王门亲了女名声，又令神中子不断，这妻子大风，我最能忍。与他去征讨，这去是怎样守门庭？要不是堂前禀报我爹娘妻子儿上情，大马你看人无情为死忙。
姑爷你，故人他下楼去，还没有回来。啊，姑爷还没上来，小姐，我去请他去。丞相，小姐，今天是大喜之日，让他多饮几杯。小姐，我还要到婆婆跟前请我问好人。小姐，那到里面去梳洗梳洗。公阿里认了亲，我家了条心啊！跑过去个后头，好像是新师傅房间那个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！丞相拜见老夫人。上在。老夫人讲我何事？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嘞。老夫人问我什么？丞相，哪个小姐对姑爷好啦？小姐对姑爷们当然好的喽。那么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对小姐嘛？这小丫头吞吞吐吐，阴阳怪气，到底好还是不好啦？老夫人，这是我丞相官路之地。要是姑爷对小姐啊，可说不上好呢。说不上好啊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上过楼呢。啥个？还没上过楼啊？哎呦，听丞相话起来，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同房嘛？哎呀，阿玲啊，阿玲，侬真昏子的短暂。丞相，帮我去喊伊出来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不去？为啥不去啊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说上几句话，他都马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，说不定啊，他还要打我你。哎呦，这小畜生变得介凶残啊！老夫人自家去喊。阿玲，阿玲。儿拜见母亲。上在，阿玲啊，做娘的都要问问侬嘞。侬在书房里做啥啦？儿在书房读书。读书嘛，夜里想读，夜里想读啥个书啦？去，到新房跟你去。不去。那为啥不去啦？儿要读书。哦哟，读书，到昏子侬个头去，到新房里去。不去。那侬是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啊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哦哟，真的不去，丞相拖得起，再滚！哦哟，这小畜生在了娘个面前还介凶啊！快，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，老夫人看看侬动手，把我拖得起。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母亲。老夫人也姑爷上楼来了。婆婆，果然请上楼来了。进婆婆，哦哟，上在，媳妇的娘。官人，哎呀，阿
里呀，人家水户大娘是多少个有道理啦，快上去见个礼去。水户大娘，我阿玲啦是个死老头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的脸上不要生气哦，早点困觉，阿婆要下去的。媳妇送，不要送，不要送，不要送。是啥？啊，母亲，儿送母亲。哎呀，侬帮我做东。这小畜生比我还要跑得快。不错，让我关好这个门。啊，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下手啊！小畜生倒是提醒我的，我偏要下手。今朝小两夫妻总为和睦同在，我老太婆还要去困觉的。哎呀，母亲，娘啊！娘亲不知儿辛苦，儿要一命难成全。此事一旦传出外，连忙两家都进城。此君子弟弟已到京城去，无人阻止难成那本书来。有一妻夫少后，小子一生结得多。鸳鸯几缕心欢喜，我若领取亲不争多门命。
莫非是怪我修行理不正，才那不女人失了理？莫非是参详一女来从上？他杀得你官人生怒气，小臣想不懂事，以为妻来陪理。我好言让你去相问，他却是将修营当作马路人。还要虚情假意见殷勤，一路人口把子问。不在。哎呀，故意不在，我家小姐怎能完在？他在与不在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我家小姐乃是千金之妻，这一不遂，诉情事大气。难道你家小姐死了，要我王玉玲偿命不成？曾经小姐。听到两姐，小两夫妻还有得起床，娘们去看一看。
哦哟，小两夫妻还没起床，让我打开这个锁。那阿丽，阿玲到底年纪轻，看见娘还不难为情嘞。北京婆哦，小姑娘上载，小姑娘为啥不多困一些？刚早就起来了。唯恐婆婆呼唤，故而早起。真是我好媳妇啦！丞相，快带小姐到里厢去梳洗啊！哎呀，看样子小两夫妻已经糊不动噻。有请夫人。哎，在。王先啊，啥个事体啦？李姓不把求见。参见夫要是李管家来了，李管家今早到来有啥个事体啦？奉我家夫人之命送来书信一封。哦，有书信到来。王先啊，带李管家到里厢去坐一些。丞相，请小姐无来哦。阿玲，跑出来。母亲，上载。婆婆，媳妇大娘上载。媳妇大娘，那娘有信来了，侬去看看啊。婆婆，此信理该请官人查看。哦，到底是上师傅千金，进出嘛才有道理的。阿玲啊，那岳母有信来了，侬去看看。母亲，儿不要看，做娘个不能独自几年的事，侬来了娘个年代到把起嘎子来噻。侬不要看，我会叫媳妇大娘去看的。媳妇大娘，我阿玲拉不识抬举，侬自家看好了，信上写点啥情况，同阿婆讲好了啊。婆婆，媳妇大娘，心中皮肤踏实，夫人今日乃是媳妇莫有之举。我母亲请官人同去迎接。老太婆倒是忘记在了。媳妇大娘，阿玲啊，快点闻闻衣裳，我轿子马上动身。母亲，儿不去。不去？你为啥不去？为啥不去了？儿心中没有孙子。啊，丞相，快去拿丞相孙子。婆婆，媳妇大娘，都死人了，一部孙子倒是要紧的了。那孙子来在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还缺。刚好一部孙子，差得来8亩分噻！你给我出啥？侬不去算账，我会得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去的。媳妇大娘，我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去好了啊。婆婆，既然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那娘只有侬一个人，侬要是不回去，那娘要不放心的。阿婆阻止侬只管回去，娘家是以半年再回来，再滚。屋里向有侬当家噻，能不给侬阻止？侬不叫伊回去，我偏要叫伊回去。媳妇大娘，我衣裳坐轿子，马上动身，吩咐当家。婆婆，去，媳妇大娘，侬去好了啊。哎呀，这就是为着娘家，方明子又要再去。走。预练。
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，要你们夫妻一同前来为我夫妻言喜。母亲，果然他与同曹好友外门去了，故而他没与来。什么？他为门去了？果然要我在母亲面前得问请我告罪。儿啦，这倒也难过哎。哎呀，儿啦，你又不见你怎么死得多了？儿啦，母亲，哎呦，儿啦，都是为娘不好。儿啦，今日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，我已陪得去意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，呀，快宽剧场来，看剧场来。儿啦。我是小费辛苦，也得同饮几杯。别不看。儿啦，今日我儿为家来，家常下心花开。妇女相容心欢喜，儿啦，快饮酒。在家之日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天连一杯都不饮了？母亲，女儿我不想饮酒，不想饮酒。我比王夫们一个母亲你需要多疑猜，莫非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他的女儿是同亲生一往来，莫非是为娘在家当年少，陪我儿脸上扫光彩。女儿家长莫忘记408载前一张眉，莫非是为娘儿有来看你？从今儿我30不成，为娘我亲自团圆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了，不必了。
此次，那小姐脸上为我此次消失。下的小姐处在王家，应是不便，弃之不管，怨何？应该不便，弃之不管。是啊，儿啦，今日回得下来，谁在为娘身边多事几天，一切由为娘来照料，你就好好养息身体。是啊，儿啦。禀夫人小姐，我也差人送来送信一封。儿啦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言语怎么就有书信到来？母亲有女儿查书。母亲，官人来信非礼，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是否？官人他读书，要我做婆，故而叫女儿么，在家委屈于。哎，儿啊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冤家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给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云先生来同事，也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此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我该人再来侍奉娘亲。哎，儿啊，想你嫁到王家，这有一月，难道是这一步家没与我娘家了？娘啊！为娘听了也高兴。
这家女为尊娘家自己约，随婴儿啦，你就是30菩萨中给应母亲。明日我一早送儿转家门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有必废了女儿自受一笑啊！怎么？我对你死上一笑都来不死了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父亲受。怎么？我对你死上一笑，要害你父亲受？母亲，死来，你一定要回去喽。回去。好啊！要是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看到你也要回去，不是？母亲。
为娘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知道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今朝满月期，我指望重续母女情。虽是你单陪丈夫于是后，再谈为娘人恩是非。
受了委屈。儿啊！一道回去，侬不去，侬一小心叫伊回来。那伊回来再，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了？别让去动，过来，丞相，哎，丞相，通禀小弟，姑爷上楼来了。是。那，小畜生呀！小弟，小姐，老夫人与姑爷上楼来了。伯伯官人请上楼来。伯伯，哦哟，上载上载，小糊涂娘，今朝路上辛苦动载，夜里早点困，阿婆要下去载。媳妇送，哦，不要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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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动，手动，手动啊！让我关好这个门。个丞相嘎去嘎不嘎了，你想做啥啦？丞相，丞相，老夫人，侬那里想做啥啦？我要不是小姐，啊，侬要不是小姐啊？那丞相，上次那姑爷上楼的辰光，侬还有得辣里向啦？哦哟哟，丞相哎，小姐嘛有那姑爷不是个呀？侬等我到小房间听过去。哎呀，侬去，侬等我去听过。哎呀，侬去。我都为了小两夫妻为啥不和睦？原来这个毛病出了丞相的身上了。哎，让我关好这门。落这个书。哎呀，阿玲啊，阿玲，做娘的辛辛苦苦，不能讨子一房媳妇，总望那小两夫妻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隔一年，把我老太婆生个儿子。哦哟，我老太婆是个宝子个孙子，端呀端呀端，一端端到上家头。人家看见在，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你手里向抱的是啥人啦？喏，我阿玲个儿子，老太婆个孙子啊！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那个孙子是团皮圆圆，必中长远。我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啦！那，侬个小畜生呐！侬儿子不养嘛，侬应该帮我生一个呀！我老太婆是个宝子个男生，昂啊昂啊昂，一昂到我家头，人家一看见在，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向抱的是啥人啦？喏，我阿玲个男人，老太婆个男生啦！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是好福气啦！掀开花寒结子，来年一定保寿
子，哦哟，老太婆想抱孙子，想婚子个团结，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和睦，哪里得来个孙子啦？哎呀，哎，我少讲，还是早点困觉去。哎呀。唉，母亲她其中自语母命吧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，今日她为尊娘家去。他二人是雨呀在前思心啊喂，我以为他定在娘家自一送，我就可以一封书子将他看，谁知他冤家去又冤家回，导致流难流来太难太，起身啊，起身！家里的养生亲，养花女，由你们到王家来。家人当把儿
三度当头，他今夜起飞要受人，我啥事叫他去还情？那冤家事不见好意，他犯奸。要是他走了风，成了病叫秀英。
如今我想着人下等不过去人生。而心慌，还有什么不亲人？我不顾冤家是枉谁？世界上哪有你这种？世界上哪有你这种不通心理？
下当我路边草，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认定是冤家，他多一想。我万事相依生，家之日，我母亲她在圣地教导，要我到了王家，小人公布进入丈夫。想今夜天气我冷，我若不与他改衣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理念不正，还要归我爹娘养女不教。爹娘啊爹娘，你叫女儿是郎才女貌娇娇，十月令这一好，他那一好，十月令貌一好，他才一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喜，他指望东方花烛早日呀到，谁知道我进了王家是颠倒，夫妻是头情意少，我是出娘胎18岁呀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完了。
李子英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可是你替我给的？是啊，是为替我替你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有话。好狠的心肠眼，一家女人一旦面露真，想害我也是公明不切的。我当初的情人岂难消？奉了夫人命，前来送果品。丞相哪里？丞相哪里？原来是巧慧姐姐李新爸爸，你们到来何事？我们奉了夫人之命，一来探望小姐，二来送上果品。郑小姐喜欢吃的，你是老夫人亲自选的。咦，怎么不见小姐？哎呀，巧慧姐姐李新爸爸呀！自从吴家小姐嫁到王家，谁故意谁也另说，昨天晚上也被他不当了一顿。你们说是委屈兵民，夫人知道，夫人她的死来，只怕小姐的性命谁难保了。李新爸爸今日这等事，我们快快委屈兵民，夫人知道。丞相，好好服侍小姐，我们醉了。他领子不当的我，听咱们知道要唱啊！李夫人到。哎呦，地多少操作出去多了，才对。你看我，亲家母啊，今朝是啥个风不能吹来的啦？我是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哦，我去喊，丞相，带调调舞来哦。水糊涂娘，那娘来了，去见个道理啊！母亲，儿郎大了。哎呦，不见脸色！来了！阿丽，母亲，那岳母来了，去见个道理。
妻把母。小畜生！我把女儿嫁接于你，难道你叫我一声岳母，怕我为世道不起吗？哼，好一位上司夫人，出口伤人，故有其女，必有其母啊！小畜生！我女儿嫁到王家，与我不处，你又外母也不逃离。还你逃离不来，你去问那妻人事情。你竟敢当着我面骂他！非但骂他，当他也无妨。这样你也不管。嫁到王家，随王岳林4次的凌辱，今日被为娘所见，怎不叫为娘痛？儿啦，还在为娘为家去啊！母亲，女儿这是在娘委屈，他们旁人知道，叫女儿死无夫人。休多年，既然如此，为娘死于逃离，丞相，你要好好博士小罪当桥。为娘委屈，细如素一副，叫你弟弟回来与那畜生平平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军为国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，不能惊动，不能惊动。为娘死
出去马不灵的左右，且莫停留。为家不见光啊！休要客套，唤我女儿出来。哦，我去喊，丞相，听家跳舞来。小五姑娘，小五姑娘，那爷来了，去讲个道理啊。儿啊，怕了！会武不见言许。来了！阿丽，母亲，那岳母来了，那个岳母不必等那岳母，快去讲个道理。孩儿自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娘啊，早晚受气嘞。
请大夫。口称不服，李此何甚？王有令。好一个王有令！当初只因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出家之时，陪进赵人8人千两，2田300亩，设立红枣，还将你家房屋修缮，这样后退于你，难道连一声岳父都叫不得吗？呵呵，为官之人轻常道对，区区小事，我王有令看清得懂。但官口出狂言，我女儿有何事做错？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不来，你去把女儿带回家去。带女回家？难道我会养她不过老吗？哼，卖啥子养老，就是另嫁他人，我王有令就无异议。好，你与我写小书出来，等我写了。慢慢着，你两个不开口弄到动快。崔大公，想我女儿乃是长寿千金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？请上万顷桃李片吧。要是万不请桃李，呵呵，我岂肯与你关休？你死去，快来！古风有表兄求。尽管做出这等伤风爬树之事，我岂能容你？快进！来，请家公，我为官之臣啊，懂得三从四德，岂有过之？在家从父出家，从父岂有嘞？侬都做到。谢武东娘嫁到我王家是有道有理，有规有矩。虽然有啥个事体做错，穿上我王家，爬上我王家，轮不上侬打，轮不上侬杀。弟弟为媒，替女儿生冤结婚。谁知弟弟开口就骂拒绝就杀。弟弟呀弟弟，女儿到底有何做错？你也要说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。也要死得过命你死去！好了，小姑娘，这个是啥个东西啦？哎呀，宝宝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？哪有个下过来了？谁会
来治病人么嘞？好歹过比这个，好歹过比这个，老天呀！保佑心事个笔记，大家可动。老太不困倒是不动的啦，请家公弄到困呢。岳林，我看这笔记不动，你藏了陈家的全草了。呵，秦书之家，难道这笔记罪也是假的不成吗？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不成？哎呀，老爷丞相，你胆子暴怒，你老夫人不能担待，你啥个还我啥个弄给搞上去。哎呀，老爷呀！小姐这个那天，我明明看见被你转放在小姐的手上了呢，我也不知道这不牛转是为了到姑爷的手里。阿莲啊，你这笔记从啥地方来的啦？母亲拿起花烛之夜，儿在往门口拾得的。哇，这子呀嘛，可是我同丞相两个人呀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我也审美不你。来呀！做那三妹部到来，保得有误。可记得我呀？陈妹部，你可曾实这子女罪，或者封书信吗？哦，这是你错，我认识，是你家小妾的这封信是。哎呀，这封信是我不认识，不知情。他但生妹部，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怎么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？可你不当不照，来呀，与我张嘴！慢慢说。讲。哎呀，我呀，这都是顾文义公子他的旨意呀。正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旧情不深，忘恩在心，要我偷得你家小姐的病肉做，他写情诗一封，叫我丢在兴亡之中，又以两王公之杀人，好出山这一对姻我呀，这都是顾文义公子他的旨意啊，请多加说明啊！来，取我明天将沈美部带到原阳审问，不得有误。哎呀，说明本是离家正子，恰出了王家草，为吾心中世道教，朝中落户母为正，此妻女儿不能报。女儿才有长胡多喏，我儿老心血一旦怕，一旦怕。
的辰光，做娘个黄眉毛弄不消，四眉毛弄不讲。今朝一个人家弄得来七颠八倒，弄到来讨鸟灾啊！来不及走，母亲，待好回了，有的回来，母亲，在不边，一封情字下当真，去把母亲面对面，会不会当初不听娘家兄，竟做了规定，不女人。我从今以后听娘喊我了啦，起来，多谢母亲。今年是大别之年，侬马上去上京官考，拾得一官半职，岳父母面前也好有个交代，媳妇跟前好赔个道理。娘叫侬去官考，侬去不啦？母亲，终于去。母亲是啥？娘子命中，望我母亲多多挂靠。哎呀，有娘来了，用不着侬操心哎。正得应召，立即动身。是。哎。有福有福大臣，怕了。我临近苦中当马云，大本居民陪我马云，尽两家分当大面公。为什么夫妻娘子女对对？母亲啊，娘子的命去可全于白马母亲去问根源。妹子来了几岁？亲家母啊，为啥不去洗糊涂娘啦？哎，我去唤他出来。好过，丞相，请小弟出堂。一请小姐来了。我听
啊，娘。啊，娘子，请来千里。哎呀，想我有谁因私自夫妻尚未成亲，他还是位千金小姐，我立刻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啊，小姐，这厢有礼了。哎呀，我真无辜啊！想我女令今生得中头名常远，她不是常远夫人了吗？我立刻称她一声常远夫人才是啊！啊，夫人，下官这下有礼了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当初迎娶你到我府，我本是订婚女儿亲良缘，都是为文有设计言爱你，他家少情事偷若尊真心插上我夫妻，害得你我化作子夜不团圆，今生托起东爬路，他用情尽弃也忘人，是今日眉目下有文与私，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莫再提。你看机关绕境
个女子下前辈，你要睁开两眼仔细看，你错人兄妹是贫可虐，你错人夫人是理不断。夫人啊，其谁苦人难谁为穷，都怪我向你下菜下得远，我不该冷言冷语冷嘲弄，害得你同滚同遭同心我枉为读书读书读破卷，经历人文明文法文根源，如今我回去回意外，王娘子为情为义为家中，当一道不母不做不争气，从今儿我听我听亲你不要多一多女多相求，害得我们多思多想多心酸，怪爹娘错许错许错害人，害了你这个无情无义无心啊活，我一人黄山盘丝我问你，你却是我一儿女我太宽，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理睬，你为什么忙说忙笑忙又拉着？我自俩受苦受到今，害得我可爹可娘可伤啊过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员，你就该去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端庄，红棍冲得上水端，一个家马配一男，千言万语去相劝，他一定不肯为情转，非传真来大干空，去大家走走做梦光，上头有我老大人，我知道红妆有梦起来，到底有梦秀英儿啊，弟弟你莫急先生莫急为父也相劝，嫌犯有令为求你，难为他今日惩处心意重，
你看他龙门高挑头盔是平地城来我心欢，一离开与他夫妻重团圆，曾是皇恩几同欢。叫声弟弟听根我，经过里次路远，家中之事你不晓，到娘亲跟你去问问过。拿着他庭前把婚配，气得弟弟光上落，此情因此情才因弟弟你还未替他送荣光。要送凤冠你自去送，寄不寄我不还。长街坑月老幽梦，长月归地那有梦，起来，高的有梦。升到哪边去？是。一儿啊，母亲变成女儿听娘劝，娘子女儿听要花奴才不问语，传统媒婆起湖端，到如今水落石出愿移民，你快西凤冠呀被传啊，母亲娘难得你母亲来相劝，女儿离开的凤冠，死儿不孝为母命啊，娘啊娘，难道你先犯之事都帮我？可记得那这女儿为娘家，她比我才教儿须是才教过。可记得母亲你那日到王家，她经过岳母我不教大母啊活。可记得摆在你娘前，将儿当羞辱，女儿是府里做，女儿受过多少枪？娘啊娘，难道你爹不记怨？硬逼女儿心肠啊，此事不用你娘多管，她是个大丈夫儿不怨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
手。年少无知常无端，往事与他手中卷，再叫不听娘教导，也得媳妇给了缘，为吾不知家中事，弟弟要传去娘亲我。娘，是啥？母亲，娘子不肯接这龙官，那么母亲得去相处。媳妇多娘，爷娘的喊话不听，我说阿不喊，我是更加都会听嘞。做娘的不起倒霉，母亲，你去相处，娘子她一定会听的。不起，母亲，你当真不去？不起就是不起啊！言大。母亲不愿去相处，我总常愿应王孙。这一阵空口谈，有着一归一三方了定姻缘。你要到哪里去呢？我要去到湖上去，湖上走不得给，湖上走不得给了。哎，老爷，请假。母亲，干妹，让我去倒倒霉口了。多谢母亲，站在一边。是。媳妇姑娘，我个新官宝贝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！你自家叫了。宝贝哟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哟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牛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舍不得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是欺负啊我。免得媳妇是听父，阿玲从前头亏侬难为伊今朝别才是来认错，侬看伊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，辛苦头跪的是红啊媳妇，侬再三不理，伊是常愿不做要去湖上做，搿种事叫言辞高啊！认得媳妇就好结果，听从婆婆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！为兵你嘛老阿婆阿婆，你何必苦苦相劝我？夫妻不此间有，为我不明不白受折磨。折磨媳妇从重病，幸亏你婆婆相救呀我。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过问你啦，阿婆啊阿婆。媳妇侬是一两方正的野姑，夫也多来嘛两也多，前途
领处，我步步对侬做不错。媳妇侬今朝夫妻话，我一家顿然是落花火。媳妇侬啥不肯夫妻话，我搿份人家要结果。竹林玉山是要大人，害得我步步要人难做。20日心思说要见面路，我皇家后代要蹲香火，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买得人情几步步，手下凤冠夫妻不女他不亲哦，不情愿，一如光他红红一情愿，一如对抗红红真是演得好的路，难怪有个孔子体无花林中的因为太糊涂。那别起来！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母亲！母亲！阿玲，今朝他要母亲，是非是侬上元会的媳妇。母亲，二人天子门生，还在玉不清天的辛苦上院，等于去向娘子下跪哦。天子门生辛苦上院，老娘要不日当罪。哎，母亲，母亲，舍不得。哎，母亲，舍不得。哎呀，母亲，你什么时候了？二位亲家，请到内堂陪宴，请。相有力量。
兄，今日是你武则大人，请人小弟一拜。我也有一拜。王年兄，文的颜色才高一光，有半老颜色抬出手脸一副，你看遵命。儿郎，李年伯要你写一副手脸，你可为些？弟弟，玉姑师兄在，儿怎敢放肆啊？也要王师兄不必客套，快快请吧。此次小侄献丑了，闭幕侍候。是。园中桃李开芳叶，家事蓬莱有寿仙。春秋不老10月上，福德无穷儿生也。妙我看他落笔好字，弄细水。很深，不算是才貌上线世界上，我将秀英配婚姻。王年兄，颜色今年几岁了？小儿今年18岁。哦，不知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。小弟年已半百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愿意配与令郎为妻，不知年兄。哎呀，贞观高攀，贞观高攀！是个家女识家婿，令郎品质兼优，年兄不必推敲。那这聘礼，就以此手链为聘，可要美珍？你我一言为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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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言为定啊！是小弟高攀了。儿郎，还不快来见过有武大人？是，拜请有武大人。延续。此次要称亲家公、亲家母嘞。亲家，2位亲家，请到内堂配宴。请延续来。
不去呀，夫人要挂在于我。小姐，他想了吧？小姐，老夫人怕你在花园受凉，小姐，你快把衣服穿上吧。随意儿啦，随意儿啦。哎，儿啦，想你身体单薄，外面风大，要是冻坏了身体，岂必事大了？快穿上。儿啦，我这里有水莲一封，快拿去看一看。所得无咎，儿孙意。儿啦，这副水莲写的是何啊？写得好，只写得好啊！这就是王月玲所写。王月玲，儿啦，你的喜日来了。王月玲，黑一个，毛一个，平也金，白一条，金的喜在脸一枝。姑妈，王月玲乃是桓灵之子，表妹乃是天官之女，门不当户不得，怎么可以？三儿，这婚事是你姑爹当面允婚的，姑妈我心里也喜欢。姑妈，三儿，你要吩咐他说，你的事，姑妈将来会替你做主的。哎呀，姑妈，李夫人，哎呀，李夫人，恭喜夫人，后喜小姐。沈妹夫，你怎么也知道了？哎呀，这桩喜事嘛，我来了手上也听到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个生意。沈妹夫，我女儿平时的次序梳妆都是你教的。要是到了那天大喜之日嘛，你就更加要来帮忙的。可是当我少不了我的啦。哎呀，小姐，等侬出国的那一天啊，我把侬打扮得更加的漂亮。你儿啦，快回房去吧。沈妹夫，你一定要来的啊！我会来的。最好，哎呀，最好。沈妹夫，顾公子啊，哎呀，弄个面色那个刚难看的啦。沈妹夫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哎，帮啥个忙？我定要把表妹带回来。顾公子啊，这桩事体侬可要三思而行的啦。沈妹夫，只要你想一个办法，插在他们夫妻，我送你把你50两。顾公子啊，这丧尽天良的事体，更还是做不得的啦。只要此事成功，日后必有重赏。还有重赏？重赏。好。顾公子，扶儿上来。哦，
躲起来，伊拉小两夫妻玩的同房嘛。哎呀，阿玲啊阿玲，侬真昏子的短暂，丞相，东去喊伊出来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不去？为啥不去啊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说上去句话，他倒马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，说不定啊，他还要打我你。哎哟，这小畜生变得介凶残啊！老夫人自家去喊。阿玲，阿玲。二拜见母亲。上在上在，阿玲啊，做娘的倒要问问侬嘞，侬辣书房里做啥啦？孩儿在书房读书。读书嘛，夜里想读，夜里想读啥个书啦？去，到新房跟你去。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啦？孩儿要读书。哦哟，读书，到昏子侬个头，去，到新房里去。不去。那，侬是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啊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哦哟，真的不去，丞相，拖得去，再滚！哦哟，这小畜生他辣娘个面前还介凶啊！快，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，老夫人看看侬动手，把我拖得去。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老夫人也可以上楼来了。上在小糊涂娘，官人。哎呀，阿丽呀，人家小糊涂娘是多少个有道理啦，快上去见个礼，去。小糊涂娘，我阿玲啦是个死老头，不懂道理的。看了婆婆的脸上非要生气哦，早点困觉，阿婆要下去噻。媳妇送，不要送。做啥？啊，母亲，送母亲。哎呀，侬把我坐到。这小畜生比我还要跑得快。不错，让我关好这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下手啊！小畜生倒是提醒我的，我偏要下手。今朝小两夫妻总为和睦同在，我老太婆还要去愧告噻。哎呀，母亲，娘啊！娘亲不知儿辛苦，儿鸟一命难成君。此事一旦传出外，连忙两家都进城。此君子弟弟已到京城去，无人阻止难成头。
其夫少何，小子一人接得多。我好言让人
我不在。哎呀，故意不在，我家小姐怎能不在？他在与不在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我家小姐乃是千金之体，这一不遂，诉情深大气。梦，遇到一人功名聚，我是龙冠亚美情水东什么？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友表兄请插。想那顾文友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有罪！文友表兄之面，是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女儿，有意中出一别，曾经场外心团。这盼月老青梅恩爱空家百岁，哪料是非人员年命令配乱瑞，我在家大王门去看得罪王局。有做一次聊表性女儿都是连情难争，咱们从未之前莫牛为门举岁，李子虽连胜八败，连胜八败。好气，好气也！他是兵清有节，名门女，才知道
当时早下轿，王门亲了女民生，又令人中子不断，这妻子大风，我最能忍。我咋与他去征讨，这去是怎样守门边？倒不是堂前叮当，我爹娘想。妻子儿上情，爸爸你看人无情为死忙。
家楼去，还没有回来。可是还没上来，小姐，我去请他去。丞相，小姐，今天是大喜之日，让他多饮几杯。小姐，我还要到婆婆跟前请我问好人。小姐，那到里面去梳洗梳洗。从阿里认了亲，我家了就是跑过去个后头，好像是新师傅房间里的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丞相拜见老夫人。上在，老夫人讲我何事？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嘞。老夫人问我什么？丞相，哪个小姐对姑爷还好啦？小姐对姑爷呢，当顺好的咯。那么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对小姐嘛？这小丫头吞吞吐吐，阴阳怪气，到底好还是不好啦？老夫人，这是我丞相半路之地。要是姑爷对小姐啊，可说不上好呢。说不上好啊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。难道你家小姐死了，让我王玉玲偿命不成？哇！丞相，小姐，丞相请到两寨，小两夫妻还有得起床，让我去看一看。哦哟，小两夫妻还没起床，让我打开这个锁。那阿里，阿玲到底年纪轻，看见娘还脱难为情嘞。北京婆我小姑娘上寨，小姑娘为啥不多困一些，刚早就起来了？唯恐婆婆呼唤，故而早起。真是我好媳妇啦！丞相，快带小姐到里厢去梳洗梳洗啊！哎呀，看样子小两夫妻已经互不懂在。有请夫人。哎，在。王先啊，啥个事体啦？李姓不把求见。参见夫要人是。李管家来了，李管家今朝到来有啥个事体啦？奉我家夫人之命送来书信一封。哦，有书信到来。王先啊，陪李管家到里厢去坐一些。丞相，请小姐无来哦。阿玲，跑出来。母亲，上
婆婆，媳妇大娘上菜。媳妇大娘，那娘有心来了，侬去看看啊。婆婆，此信应该请官人查看。到底是上师傅天津，进出嘛才有道理的。阿玲啊，那岳母有心来了，侬去看看。母亲，儿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做娘的不能独自几年的事，侬来了娘的面前倒把起架子来着。侬不要看，我会叫媳妇大娘去看的。媳妇大娘，我阿玲拉不识抬举，侬自家看好了，心上下点啥情况，等我阿婆讲好了啊。婆婆，媳妇大娘，心中皮肤踏实，夫人今日乃是媳妇莫有之举。我母亲请官人同去迎接。老太婆倒是忘记在了。媳妇大娘，阿玲啊，快点换衣裳，坐轿子马上动身。母亲，儿不去。不去？你为啥不去？为啥不去了？儿心中没有孙子。啊，太先，快去拿人家孙子。婆婆，媳妇大娘，读书人啦，一部孙子倒是要紧呀了。那孙子来在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还缺。刚好一部孙子，差得来8亩分噻。你说我错啥？侬不去孙子，我为他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去的。媳妇大娘，我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去好了啊。婆婆，既然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那娘只有侬一个人，侬要是不回去，那娘要不放心的。阿婆阻止侬只管回去，娘家是以半年再回来，再滚！屋里向有侬当家在，能不给侬阻止？侬不叫伊回去，我偏要叫伊回去。媳妇大娘，我衣裳坐轿子，马上动身，吩咐当家。婆婆，去！媳妇大娘，侬去好了啊。哎呀，这就是为着娘家，方明子又要再去。走。预练。
意，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，要你们夫妻一同前来，为我夫妻言喜。母亲，果然他与同曹好友外门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怎么他为文去了？果然要我在母亲面前得问请我告罪。儿啦，这倒也难过哎。哎呀，儿啦，你又不见你怎么死得多了？儿啦，母亲，哎呦，儿啦，都是为娘不好。儿啦，今日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，我已陪得去意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呀，快宽剧场来，看剧场嘞。儿啦。辛苦也得同饮几杯，也不看。儿啦，今日我儿为家来，家常下杏花开。在家之日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天连一杯都不饮了？母亲，女儿我不想饮醉，不想饮醉。我平日往夫门里母亲你需要多疑猜，莫非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他的女儿是同亲生一往来，莫非是为娘在家长脸上，陪我儿脸上上光彩。女儿家长莫忘记408载前一张眉，莫非是为娘没有来看你？从今后我三十不成，为娘我妻子团圆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了，不必
是此，那小姐脸上为何是此消失？想的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便，弃之不管，怨何？饮食不便，弃之不管。是啊，儿啦，今日回得下来，人在为娘身边多事几天，一切由为娘来照料，你就好好养惜身体。是儿啦。禀夫人小姐，我也差人送来送信一封。儿啦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言语怎么就有书信到来？母亲有女儿查书。母亲，工人来信非比，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是否？工人他读书，要我做婆，故而叫女儿么，在家委屈于。哎，儿啊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冤家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给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云先生来同事，也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工人他有书信到此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我该人再来侍奉娘亲。哎，儿啊，想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是这一步家没与我娘家了？娘啊！也高兴，
妾家女为尊娘家自己约，随婴儿啦，你就是30菩萨中给予母亲。也罢，为娘这里的子一笑，明日我一朝送儿转家门。母亲啊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有必废了女儿自受一笑啊！怎么？我对你死上一笑都来不死了？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父亲受。怎么？我对你死上一笑，要害你父亲受？母亲，死来，你一定要回去哟。回去，好啊！要是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看到你也要回去，不成？母亲。生啊